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咧點樣用中醫嘅方法咧，令到你小朋友咧係可以生長得快啲啦，同埋生長得大隻啲啦，高啲。原來咧 BB 長高咧唔止係靠遺傳，中醫咧就話脾胃咧就係我哋嘅後天之本，咁吸收得好咧，佢氣血先至會生得好，咁營養先跟得上。平時咧我哋煲湯咧可以加多啲嘅淮山啦、栗子，食多啲黑色食物，例如就係黑芝麻啦，可以譬如話黑芝麻咧搽麵包啦，每一朝，仲可以食多啲黑豆啦，飲下黑豆水，可以咧補腎健骨。咁啊當然最緊要咧就係瞓覺，一定要瞓得早喎，同埋都唔可以瞓得太短嘅時間。11點鐘之前咧一定要瞓着，生長激素咧先可以分泌得多啲。運動方面一定要同佢跳多啲啦，跳高啊、跳繩啊，或者打下籃球。刺激骨嘅生長啦，仲可以咧有一啲嘅小兒推拿手法，例如咧就係捏脊啦，甚至咧就單純咧係由下至上咧推一推佢嘅脊柱，同埋多啲同佢梳頭啦，係刺激佢嘅頭皮，按下百會穴等等，呢啲咧都可以幫身體開路喎。食嘢咧最緊要係戒口啦，生冷嘢盡量少點，因為咧影響到脾胃咧，就會變咗你食啲咩咧都吸收唔到啦。生活有規律咧，咁成長嘅黃金期咧就唔好錯過啦。